测试1、2、3，麦克风测试1、2、3。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站立，我们要透过这首诗歌来颂赞主他的慈爱。手借给我来。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要开口来感谢赞美哦。这个主日是棕树主日受难周的开始哦，是耶稣要承担我们世人的罪，所以我们何等的恩典哦！我们向他献上感谢，也承认我们的软弱，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一同去敬拜。信实广大，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丰丰富富的恩典，也承认我们有未献的罪，你生赐福在我们当中，能够经历你的赦罪之恩，因为你为我们来付上代价，愿你洁净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一切不义。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神的宝座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慈爱信实广大，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付上代价。今天我们纪念棕树主日受难周的开始，你定义要走向十架的道路，是为着我们，让我们在能够开口祷告，能够承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神尊大强盛都出于神哦。所有的权柄都是他来的哦。那我们为了缺水，我们为了这样水资源的缺乏哦，有
但是还是不够用哦，我们还是要看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赏赐。那特别为了我们跟大陆之间他不断的骚扰我们求神，只有他能够护卫着我们，也让我们的执政掌权的，特别是在筹划这一些的疫苗的时候，我们已经开打了那也有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特别为这个国产的或者是这一些的疫苗来祷告，让我们有足够的这样的疫苗而且是对人体好的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了水的缺乏求主来赐下他的资源。哈利路亚。赏赐各样资源给敬畏天父上帝的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主，我们要向你来祈求，求你降下恩雨，滋润这地，让我们在缺乏当中得到你的满足，得到你的供应。主，我们也知道环境还有对岸不断的在威胁我们，看不见的跟看得见的敌人。主啊，我们恳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来护卫着台湾，护卫着我们，免受一切的搅扰，一切的威吓。愿你也赐下足够的资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面对看不见的敌人，看不见的黑暗权势。主，你怜悯，你医治，你帮助我们人类很快的能够走出这样的阴霾，能够面对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我们要为了我们的身心灵的需要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来宣告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我们得平安，因他我们得医治我们恳求主来赐福在我们当中身心灵这几方面的。每一次我们每一个礼拜透过这样的祷告，我们恳求神来赐福。如果我们健壮，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代祷者特别为我们父神长老他在主动脉跟那个冠状动脉当中有2处是有阻塞那明天下午会做绕道本来支架，但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效果不是很好那求神来医治我跟他讲说，你现在可以体会到耶稣受难前的这样的他现在在加护病房就有观察在马街，台北马街，所以我们为了他明天下午他要做这个绕道手术求主来医治来保护看顾。我们当中如果在这几方面如果有需要的，你可以站立起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的医治供应，神的带领，神的赐福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来宣告说：主的医治，主的供应，主的带领，主的全能充满在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同去敬拜，主你医治的大能充满，特别你父神的同在虽然面对这样的一个病痛，主他必须因为你
谢谢耶稣，我们奉你名来到天父圣宝座面前。主，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就要大大充满；当我们缺乏的时候，我们向你祈求，你就必赐下供应。主啊，当我们在病痛当中，因为你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使我们得平安，使我们得医治。因为你的应许，你要带领我们走天路历程，所以我们不惧怕，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谢谢主，在这清明时节，我们在纪念先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如何与你连结。愿你赐下你属天的智慧、聪明，让我们知道寻求你，抓住永恒的应许。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后，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用主的话一起宣告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要为了牧者或者长子团队今天从早一直到下午长执会理监事会为牧师祷告了早上起来觉得闷闷的这样求主来帮助那也为了今天我们一同追思上帝的平安，上帝的永恒盼望，透过我们也可以临到我们的亲人。那为了今天的长执会亲子的活动理监事会，还有很多这些的会议都能够顺利。我们为了基督教关系学在闽盛那疫情的关系都比较没有办法去运作，我们恳求主来施恩。那也透过这一些的医疗关怀，能够让病痛的让他们在软弱当中能够听见福音遇见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开口，来守望，来祷告，来祝福我们教会，祝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理要进入到我们灵里面，真理要叫我们的自由、得释放、得安慰。开口来祷告，主，我们要宣告你在这边掌权作王，你在你的教会彰显你奇妙的作为，你让我们在礼拜当中遇见你，透过你的话语认识你的真理，也叫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使我们不仅仅抓住你的恩典，也能够领受永恒的应许。当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设立，邀请你同在，邀请你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要一同用主的祷告文来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以喜乐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就用你的手一起来拍掌。
都将要看见，你是伟大的真光，黑暗的世界被你照亮，你是唯一的盼望，只要依靠主生命，就不只会心沮丧，因我主耶稣活着，他永远活着，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从死里复活，打破所有的枷锁，完全释放我，只要全心的相信，我呼求耶稣的名，就必要的救，就必要的救。全地的人都将要看见，你是伟大的真光，黑暗的世界被你照亮，你是唯一的盼望，只要依靠主生命，就不只会心沮丧，因我主耶稣活着，他永远活着，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从死里复活，打破所有的枷锁，完全释放我，只要全心的相信，我呼求耶稣的名，就必要的救。我们再从头来一次，哈利路亚！全地的人都将要看见，你是伟大的真光，黑暗的世界被你照亮，你是唯一的盼望，只要依靠主生命，就不只会心沮丧，因我主耶稣活着，他永远活着，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从死里复活，打破所有的枷锁，完全释放我，只要全心的相信，口呼求耶稣的名，就必要的救，就必要的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主，耶稣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我们的救主。再次来呼求。耶稣我主，耶稣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我们的救主。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从死里复活，打破所有的枷锁，完全释放我，只要全心的相信，口呼求耶稣的名，就必要的救，就必要的救，胜过死亡的权势，他已从死里复活，打破所有的枷锁，完全释放我，只要全心的相信，口呼求耶稣的名，就必要的救，就
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全地的救主。耶稣我主，耶稣我主，我们的救主。这些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主，你胜过死亡的权势。弟兄姊妹，请坐。主以胜过了死亡的权势，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成为我们的帮助。他的死带给我们的活，他的死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盼望。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我们一起从头来。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人。哈利路亚！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哈利路亚！是主成为我们帮助，成为救赎者，将见到你的荣光。真的，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有我的主。当我在旷野
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活。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交托在你的身上，主啊，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都交托给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一个永恒的居所，我们知道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再一次与我们最爱的人聚集在一起，在主你的恩典的怀抱当中领受永恒的盼望。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有尽地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再没有悲伤。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知道你什么都知道，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个居所，一个黄金的街道，钻石砌的墙，里面没有哭泣，没有悲伤，只有笑声。在天上有一个美丽的家，请不要为他，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来在天上，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道充满笑声，再没有悲伤。我有个美丽的家，有我的朋友和爱我的耶稣，黄金的街
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将来有一天，我要回到天上美丽的家，请不要悲伤，不要哭泣，耶稣在我身旁，只要相信他，将来在天上，我们要一起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天上，我有个美丽的家，有亲爱家人和爱我的天父，那耶稣已为我预备天上的家。是的，主耶稣，谢谢你。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你去是为了要预备你所拯救的人将来天上的住处。你已经很清楚应许要再来接我们，使我们有永恒的盼望，使我们面对各样的困境，即使是生命的结束，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盼望。谢谢耶稣，每一次透过这些诗歌，也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来兼顾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这些困境，只仰望主耶稣。因为你是创始成终，你是做新事的主。每一次的敬拜，愿你来悦纳掌权，也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帮助，成为我们力量，继续走在你所赐恩典的道路上面。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我们先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这主日是棕树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那我们也有预备耶稣最后7日的事迹相关的经文，我们可以来看。那也在灵命更新部的安排，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外面我们有这个禁食祷告表你可以在这一段期间纪念耶稣的受难之外，也可以为了我们水资源的缺乏这个跟我们息息相关。如果再不下雨我们就没水喝。我们为了这个来祷告也为着你所设定的福音朋友，你的亲人如果还没有信主的，你借着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可以来为他们的灵魂的得救来求主来赐福，让他们能够接受耶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那我们在4月2号的晚上7点半，北一区的受难日圣餐礼拜在我们教会，所以邀请我们一起来参加一起来纪念耶稣为我们的付上代价。4月4号是下个主日是复活节的赞美礼拜
华语是8:15，台语是10:15哈。那透过诗歌的赞美，让我们一起来宣扬主是复活的主。今天我们要举行清明的追思礼拜。那礼拜当中，我们已经有预备的这些已经填写了亲人的照片来慎终追源不是追远而已了，追到生命的源头。这个名单在我们的第6、第7页。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代表来献花，祝祷完之后请我们依序来到前面，会有同工拿花那你可以自己取。然后今年比照去年，我们就不在每一个位置上插我们前面会预备一个圆盘。那你鞠躬完之后，你就把花放在这盘子，我们就可以这样那等一下会有追思祷告的时间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有一些的改变不用大家就挤在这边插那表达我们的心意那我们也为了我们亲人在神那边来祝福我们3月14号已经顺利来选出补选执事一名丁家硕，任期4年，从2021到2024年。那在下个主日会来就任如果对选举有异议的可以在3月30号前向小会来提出。我们今天下午有长执会请我们的长执同工准时来参加，如果没有办法参加，提前跟牧师来请假。我们5月2号会举行今年度的第3次圣礼典，如果要受洗的请在4月18号前向牧师或者是行政干事来报名。我们在4月10号、17号也会举行属灵家长的密集训练。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传福音、设定对象，那这是很好的一个帮助课程牧师就是透过这样带好多人决志信主那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得时不得时总要怎样传福音那我们接受装备成为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今天也有这个医疗关怀医疗关怀9:50到11点如果礼拜完你有时间，你可以一起参与在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咨询。我们的服侍同工是有佑医师、张伟轩医师还有一些的同工志工队第3队。那青年牧区有一个影片我们看一下他有举办这个敬拜的研讨会慢的，咚咚哒，咚咚，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咚咚咚，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咚。还有一颗，还有一颗。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澎湃的海洋。等一下，不对，你刚刚那个错了。他那个，等我一下，我暂停一下。那个他是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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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不对，还是不对，再一次，我再来一次，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看见神的爱，
其实还不太对啊，而且这首歌有 swing 啊，你这唱的感觉都没有那个 swing 出来啊。啊，swing 我就不会啊。swing 就，我跟你讲，swing 就是，我跟你讲，拍子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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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我看见神的爱，在温暖的阳光。算了，好，先这样，先这样。等一下，你再教一次啦。没关系啦，那个反正那个。这个要现诗的，一定要学会啦！拜托再一次就好了。没关系啊，那个反正会众也听不太懂。先这样。shit。这是青年牧区举办的敬拜的研习会我跟你讲一下。他说我们你刚刚那个第二个和弦呢？第二个和弦应该有喜瑞发拉吧？喜瑞发拉。没有 F 没有升啦 ，F 没有升，还原 F。这样子啊？对啊，然后我看一下哦，你刚刚正在试的那个和弦，我是觉得啦，他 YouTube 虽然也好像弹的跟谱上面一样，但是我觉得应该弹这样比较好听吧，就弹一个。这什么鬼？我也不知道，对啊，然后最后面呢，最后面收尾那个和弦呢，应该再加一个，加这样应该是比较好一点啦。加。对啊。好。这什么啦？你再讲一遍呐！这是什么？要这样哦，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和弦的东西我也没有很懂啊，所以你就那个还是去问黄君好了。黄君在哪？黄君，麻啦，他那个钢琴那个和弦有一些问题啊，你看赶快去教他一下，反正你很闲啊。我很闲，我现在在烤红豆年糕这次怎么都没有碰啊？那你什么时候可以教我？我看一下，今天这样嘛，然后没空，不然就这天啦，这天10月10号。怎么那么久啊？你说什么？等我让你吹下去要懂，懂了吗？好像这么长哦。什么？你先讲什么？听不懂。年糕真好吃。没办法。好，那我们4月10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7楼礼拜堂有敬拜服事人员对这样的一个敬拜的研习会欢迎我们来参加不要让他说我们都听不懂这样好，我们刚才已经讲，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进食表在外面请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你可以进食早餐、晚餐或者是午餐抱歉没有宵夜所以请我们按照需要去填好，那我们在互助社要征社务助理1名服务时间，请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意识的，请洽我们社长新任的社长现在是简忠义长老来下一页。那个自己看其他的名单就在我们周报的上面那我们也祝福这些的同工那理事长新任的是简忠义长老。4月4号就是下个礼拜下午3点，在巴德教会举行开设平安飞行动教会的感恩礼拜它是在果林社区那边那我们为他们来祝福。那配合国殿的假日，我们在4月2号全职同工是休假的我们也恭喜第5组的我们丰盛长老的大儿子永仁媳妇文姐他们在3月18号平安产下一位男婴
母子均安，我们感谢主为他们来祝福愿上帝来使这个孩子平安的长大。也为郑婉蓉姐妹在2月3号蒙主恩召安息主怀享年90岁，疫情的关系他们已经完成了丧礼这个程序愿主来安慰遗族与遗族同在。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读2遍，一起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章第3节再一次。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预备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如果你是基督徒，应该表达你对神的感恩。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向主来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那事。如今软弱这里的刚强，贫穷这一曾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天神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以君王的姿态被拥戴进城，并且走向十字架牺牲的道路。但当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知道你才是生命的源头。我们现在献上我们的金钱与时间还有才能，作为圣工所用，愿主你悦纳。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圣名祈求。阿们。坐下，彼此祝福说：上帝的话使我们有盼望，上帝的话使我们有盼望，上帝的话使我们有盼望。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或者是你的手机把约翰福音14章的1到3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新约的第4卷。约翰福音14章，我们要从第1节看到第3节。如果你翻到了或是滑到了，我们要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一起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的父家有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看到这边鼓励大家能够从前后文一起来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读这3节。我们今天来透过这段的经文，我们来想念、思念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或者是我们未来的路。在3月22号，我们知道有2架从台东的志航基地起飞的 F51这个是很老旧的战机那这2艘战机2台战机，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疑似擦撞，所以这2台飞机都掉下来。然后我们看其中有一位罗尚华中尉因为行政院已经有编这个预算，但是来不及换在弹射的时候头撞到那个舱顶不幸就殉职那后来有找到他的遗体，但是另外一位潘颖纯上尉至今还没有找到他的遗体那还在搜寻。那这个罗中尉他被找到了那在3月23号，他的家属就请这些道士要去中山渔港就是在屏东县的沿海那边我们知道媒体是好像苍蝇一样紧迫盯人，所以他们临时就改在旭海的地方我看一下地图，离蛮远的就是在那边请道士来做招魂的仪式。他的父亲就在海边呼喊说：“儿子回来吧，回来吧。”那透过这些招魂仪式，希望把他的魂遗体找到了，但是一般人相信说他的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那我在想说离那么远到底在招魂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效用？是不是透过人所预备的为这些的亲人所做的这些的仪式，可以真正让这些死者得到安息今天我们是透过一些的仪式，丧葬的仪式，来帮助我们过往的亲人能够有一个永恒安息之处，或者是一般人说他可以到极乐世界那我们来思想说，这个主日是棕树主日那棕树主日其实就是在纪念耶稣骑驴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城，预备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你去以色列，大概导游会带你走这一段的路程去体验耶稣当年。有人期待他是骑着战马进入到耶路撒冷，他未来要成为一个君王请你们把那叮咚的声把它关小声一点好，那其实也是他要开始走向十字架受难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今天是用着感恩的心情，也配合我们在清明的追思礼拜，我们一起来思念，到底要慎终追远，追多远那耶稣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城，如果你知道你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道路，我不知道你的心境是怎样。那我们如果知道说我们亲人一步一步，或者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向这个死亡的道路，你可能会有很大的忧伤，或者是烦恼特别是这几天为富孙长老他在这个加护病房，然后为他祷告我相信我们的家属或是同工也会担心就他怎样，然后怎么样去做治疗这个过程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晓得那院长也跟我有讨论过他的一些的病情了解一下，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他来做这样的祷告那最后决定就是用绕道的，会对他以后比较好。那我们看到我们对耶稣的这样的做法，他一个将要面临死亡的，然后他怎么样去面对他的门徒，然后帮助他们，到底是谁要忧伤，谁要烦恼？有时候可能是这些的家属亲近的人过度的忧伤烦恼。那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追思的礼拜的过程，或者是丧葬的礼仪的过程当中，
我们华人大概有饮水思源，或者是这一些的祭祖祭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透过这一些的节期，我们可能会选择过年、清明、端午、中秋，还有这些的接近一般的节庆。我在思想说，透过这一些的节庆，那其他的日子这一些的亲人是不是要填禁食祷告表？就只有这几天接受家人的祭拜，可能在民间的观念是才有的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会来想想，就是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当中，我们从传统的信仰里面，我们思想很多这些追思的过程、祭拜的过程，到底我们是追思或者是祭拜？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是很大的关系。昨天晚上我在周六礼拜讲道的时候，我就问你们最近谁有去扫墓？有没有？最近已经有扫墓了，有没有弟兄姐妹？有啦那如果亲人没有信主的我们的同工说，家人还没有信主，所以他要陪伴去当然他自己没有用香没有去做这些的祭拜的动作，可以用祷告来祝福我们的这些的祖先。所以当你出信的，你可以看到启示录讲说，我们祷告其实是馨香的祭是好像那个香一样，所以我们用更环保的方式态度来为我们过往的亲人来祝福那我们的耶稣是活人跟死人的主，所以我们可以为着这些过往亲人，虽然他们没有信主，我们将他们把他们的灵交给我们的耶稣。那透过这样，我们看到耶稣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所以我们今天才不用去做这个祭拜的动作。而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可能还是在点香，还是在用这些牲畜为了人的罪，为了要妥善照顾我们过往的亲人，我们会做这一些的仪式所以透过这些的仪式，其实一方面也存着惧怕，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妥善的照顾我们的亲人，怕他回来会怎样搅扰。你都没有按时给我上香，给我祭拜所以我在另外一个世界就没得吃了。这是一般民间宗教的想法。另外，我们看到他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神主牌，就是好像真实的祖先是住在这个神主牌里面，那活人跟死人是住在一起的。他们把这个神主牌当作祖先的化身，那祖先他的灵就在这个神主牌的牌位。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神主牌到底它的由来是怎样。其实从前有一个大概在东汉有一些的说法，在东汉有一个农夫名叫李丁兰他脾气不好，他常常使唤他的母亲，对他的母亲很不好了那他从家里到田地有一段的路程，所以中午他就没有回去吃饭，就妈妈要送便当。这个好像现代的也是这样嘛现代的妈妈这样就中午要送便当去学校给孩子这样如果妈妈手脚慢一点就要挨骂所以这个李丁兰在人的看法是比较不孝这样好，那有一天他依然就是来到了田地，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说有一群羊刚好有一只这个羊它是跪着，然后在吸羊奶这样他就问了这个老牧人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老牧人就说其实动物也跟我们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母羊跟妈妈一样，它要怀胎然后像我们一般要怀胎10月然后生下还要养育它照顾它。你看连羊它有懂得感恩，因为世上最伟大的亲情就是母爱嘛
那老牧人就告诉这位丁兰李丁兰说，你看连这个小羊，它出生它都懂得感恩，跪着来吸羊奶。如果我们人不孝顺就连畜生都怎样不如啊！哇，这句话就提醒他，平常他对母亲是那么凶，动作慢一点就骂他，好像理所当然那他就有一些的反省等一下妈妈如果送餐来我要赶快从田里跑到路上去迎接他这样那以后就不要劳烦妈妈来送餐。所以这一天妈妈又迟到了因为事情耽搁了，所以赶快用跑的这样然后远远看到他的儿子就跑来这样，他以为又要挨一顿骂或是怎样他就很紧张跑了不小心的时候就掉到旁边的湍急的溪流就被水冲走。那李丁兰一看，他就马上跳入那个溪中要救他的妈妈，结果没有救到那后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溪流里面捡到一块的木材这个木材他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带回家中，把他的妈妈的名字刻在上面，然后做这样的祭祀如果你去 Google 有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姐妹，如果一般人拜的神主牌是这样的，透过李丁兰这个故事来延续这样的一个祭祀祭拜，那我们来思想，现代人做这样的一个祭拜的动作，跟实际上这些亲人过往的亲人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连结，或者是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但是今天很多没有办法信主，其实也是纠结在这个区块，因为放不下这个祖宗的牌位，以为他的祖宗的灵魂就住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要来思想，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一般人透过这些的祭拜、祭祀、神主牌、狗妈牌这样的一个延续，到底是我们无知，或者是是真实的？那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我来看，面对我们的未来，我们如何去看待？我们如何慎终追远？透过这些的祭祀追思，如果当中我们没有信主的，你可能会用不一样的心态。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如何追思我们亲人。我的阿公，我没有看过，在我父亲6、7岁的时候，他就到南洋当军夫，后来死在南洋，没有回来。那我们出生，我们根本就没有看过我们的祖父怎么样去拜他，我连他的样子我都不晓得。所以很多人就说前人就这样交代，我就后人这样遵行。那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我们追思纪念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他是生命的源头吗？那他怎么样给门徒有未来的盼望？他给我们信主的人，当你在做这一些的追思纪念的时候，你是不是信靠他，然后有盼望？因为他给我们有未来。但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面对一些的困境，如果我们连结不对了，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些的思想上的一些的不信，或者是远离主。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来看13章后半段其实13章这一章跟前一章是有一些的2个连结第一个连结就是我们会看到跟彼得有关的当耶稣说他要去的地方，然后彼得就告诉他说：“主啊，我也要跟，我愿意。”那耶稣说：“现在你不能，将来你会。”什么意思？主啊，我不会我现在会有跟随你，我愿意为你来舍命。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发预言说，到那个时候，
你要鸡鸣之前，你要几次不认我？你要3次不认我。好，这是第一个关联哦。第二个关联，我们想说，耶稣的大弟子，对不对？大门徒，他都这样了，那其他11位的信徒呢？的门徒呢？他们的信心又是怎样？能够坚固吗？或者是像彼得一样，遇到环境所带来的这一些的困难，就跑光光了。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个连结是有关于这一些的学生，他们心里面的愁烦，耶稣还要花很多时间来解释。虽然你们过去3年半就跟着我，看到那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其实他们还不明白耶稣的心意。所以，特别是在紧要关头，耶稣被捕的时候，在大祭司的他的院子，现在叫做基民教堂，有跟牧师去以色列，就有在那边有一些的雕像，就是彼得有看见这些的状况，然后有使女问他：“你不是跟耶稣同党的吗？”他就开始否认说：“我不是，我跟那人没有关系。”1次、2次、3次，他痛哭。耶稣的预言已经成就了。当耶稣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架被钉死，那一些门徒跑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跑到不见人影。有时候我们可能像彼得一样，像这些门徒一样，遇到一些的困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跟这个主耶稣远离了。不是当面的这样的否认才是不认主。有时候我在思想说，有时候我们出去吃饭的时候，你在饭桌的前面，旁边好多人哦，同事围着，你要不要祷告？弟兄姐妹，你会不会祷告？或者是不好意思啊，主耶稣这一餐就先跳过好吗？会不会这样？因为旁人的看法，所以你就随便或是低头一下，阿们。或者你可以表达说，我基督徒，我要献上我的感恩，祷告完之后我才吃。有时候可能一个小小动作，好像是跟彼得一样，不认主一样，有可能。面对亲人的离别，耶稣说：“我要去死，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特别亲人要离别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特别是你最亲近的人，你的父母、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儿女，当他们生命结束、远离我们的时候，可能那种哀伤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的。除非你自己去经历过。牧师经历过父亲、母亲的离别，所以你就会体会到说当这些弟兄姐妹丧失了父亲、母亲的时候，那种忧伤的心情，你才能够感受。所以离别的时候是很伤感的，很痛苦的。但是我们看这边谁应该痛苦啊？是谁要去死啊？是耶稣要死啊？谁应该忧愁？谁应该心烦意乱？应该是耶稣。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一起来读来。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亲近的人要出卖我啊！我要走上这十字架的道路啊！”其实该忧愁的是谁？是耶稣啊！但是反而是这些的门徒，到底他们是在忧愁什么？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理当他们要安慰这个即将死去的人嘛？其实要安慰耶稣才对啊！奇怪，怎么反过来是耶稣在安慰他们呢？我想是因为他对未来很多的不确定，过去他们怎么样去经历耶稣在那个风浪当中平静风和海，拯救了他们的性命。在野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耶稣用5饼2鱼使这一些人能够吃饱。
还剩12了，你要用另外一个使4000人吃饱的这样的神迹，耶稣怎么样跟这撒玛利亚妇人来谈到？我想这些的事件都历历在目，他们怎么样去经历？但是如今这位可以让他们看见、倚靠，然后亲近、倾吐他们心意的耶稣，就要离开他们。如果是你中间你生活当中你倚靠要离别的时候，我想你可能也是一样，会好像顿时失去这样的一个依靠，开始有这样的忧伤。离别是那么痛苦，现在这位耶稣正在跟他们道别，说我要离开，我要去，谁能够承受？特别是最亲近的人，没有办法去承受，就好像这门徒死了父亲母亲一样。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未来没有办法面对，可能有的也会为了说什么，之前不是在争左边跟右边的位置吗？那现在这些的梦想都怎样？没有了，幻灭了。所以当你对未来如果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有这样愁盼。未来的道路怎么继续走下去？每一次看到这些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如果没有信主人，我们就会看到亲人就会为他们安排道士，然后招魂幡，上面绑着他的衣服，然后希望把他的魂招回来，能够透过丧葬的仪式，让他有一个安身之所，能够走上这个极乐的世界，能够永恒的安息。但是我们不确定这条路，可能透过这一些的跋杯，哎呀，几率刚好是连续有这样的一个想杯，他又回来了。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确定，道士又没有死过，他怎么能够引魂？所以通常我在告别礼拜的时候，牧师不会引魂。虽然有一次去工厂受邀说拜托因为那个弟兄死在他的工厂，没有信主然后那个主人也没有信主，拜托牧师可不可以来引魂一下？所以我就要穿着我的大礼服，然后去做个礼拜。那其实没有办法引魂，谁才能够引？谁才能够导引？没有人，只有耶稣。但是我们一般的人相信，透过这些仪式，花钱可以把我们亲人的魂魄引回来，然后透过仪式，透过这一些的礼拜，能够祝福他到另外一个世界，能够安心、安息。但是我们确定那条路走得通吗？就好像6道轮回，你不知道要到哪一道，我们都不确定，所以很多的不确定，但是我们迫于无奈，我们就做这一些的方式。在这边我们看到多马他对耶稣的回应，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知道的。”多马说什么？我不知道目的地，我哪知道那条路？多马深信怀疑，特别是这些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对不对？我们有看到耶稣出现了，然后穿门而过，然后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愿你平安，对不对？”谁不在场？多马不在场。多马没有看到这些门徒说：“哎呀，我们见证有看到耶稣复活了。”多马说什么？除非我亲眼见，除非我亲手触摸，探入他的伤痕，否则我不信。隔了8天，我们看到耶稣再次出现，让他亲眼看到。但是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是更有怎样福气的？”就好像我们一样，不一定透过人的见证你就相信了，你知道吗？就好像多马跟他在一起的同伴说看到耶稣复活了，但是他心里还是不信，除非他自己去遇见经历。有时候我们就像多马一样，圣经那么完整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心里还是怎样不相信。你不确定你未来的道路，
所以只能够借助其他的宗教仪式来帮助我们寻找未来的那一条道路。但是今天我们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你是有未来的盼望。虽然在我们信心跌倒软弱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是遇到一些的经历困境，我们会因为这些的经历困境，一件小事，一个人的话语，使我们跌倒离开了耶稣。就好像彼得他鸡鸣之前3次不认耶稣。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耶稣说：“你要3次不认我。”耶稣提醒这些门徒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的困境、生病、失败、考不上学校，所以我就离开了主。但是耶稣就提醒他们，当他复活之后，他在那个山上召聚他们，然后对他们的应许说：当你们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与你们同在之后，你们就会得着这个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要为我做见证。真的，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的充满，本来惧怕的这一群人，他们竟然勇敢的在公会、在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他是复活的主。他们不怕鞭打，甚至传说最后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就如耶稣说：“你将来会这样做，倒钉十字架，来为福音来殉道。”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提醒，他是用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提醒来告诉我们说：你信上帝也要信我。当你回转的时候，我会给你们足够的这样的能力，来面对你们所面对的困境。一般人离去是哀伤，一般人离去是要亲人为他来预备，这是传统的民间信仰，对不对？人的想法，人的离去就会为他预备，然后寻找一条道路，接着仪式来接引他到西方，或是到那个极乐的世界，可能也会为他预备什么将来的住处。跟耶稣不一样，这个忘忧轩休闲别墅2万5，3房2厅还有司机，还有仆人那烧一烧就没了。这是我在葬仪社那边刚好摆出来，我把它照下来每一次如果在告别礼拜的时候，有时候我就用这个来让我们思想。现在做得更精致了，跟以前那种纸糊的那不一样但是我们来想，这个离去是活着的人，杨氏的这些亲人为过世的亲人来预备，然后烧一烧，他真的可以住吗？可以能够享受吗？但是耶稣不一样，就是说他要死，他要离去，是我为你们预备，是我要为你们预备不是亲人为他预备，不是门徒为他预备，反而跟我们现在不一样。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父的家里有好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我会回来。”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我离去不是哀伤，我离去是给你们盼望，我离去是为人预备，不是你们为我预备。这个就是这个信仰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追思，我们知道他去到耶稣那里是好的无比。刚才那一首诗歌有没有天上的家？他怎样描述启示录所讲的天上的豪宅？弟兄姐妹，死亡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彷徨未知但是耶稣的死把这样的死亡权势挪开，然后让我们知道不是未知。让我们知道他活着，然后他给我们有未来的盼望。所以他去原来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也应许说：“我要再来接你们。”意思就是说，这条永生的道路你不孤单，不是让亲人送你走，然后懵懵渺渺，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哪一道？耶稣说：“只有我这一道，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我应许你。”
我要再来接你们。我们一起来念来。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给信靠他人说：永生路，我陪伴你走，你不孤单。每一次当看到弟兄姐妹临终的时候，那种安息，那种面孔，知道他是很平安的跟随耶稣离开。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结果耶稣说，这一些道不通，只有我这一条，你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思想什么？一般人祭拜，他能够领受吗？如果他能够出来吃，你也会吓死，对不对？你买惊死呢？那我们基督徒为了身后的事，我们不用烦恼，因为耶稣已经怎么样为我们预备好了。灵魂所需要的一切，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只跟他连结，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有这样的预备。所以我相信耶稣是生命的源头。当你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结的时候，我们是慎终追什么？追源，追到生命的源头，才能够让我们知道，哇，原来我们是多有福气的。所以我选择耶稣陪我走这条永恒的道路。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耶稣的恩典。我们相信他是永活的主，他不是死掉的救主，他是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权势，是赐给我们有未来有盼望的救主。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主的恩典。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你好好的认识这一位主，好好的知道他是为你付上代价，他从死里复活，他才给你有未来。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个日夜中领受他的同在。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刚好就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那一夜，我将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那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要见他一面。当借着这些追思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的思想带到天上。跟这些过往的亲人连结，跟耶稣来连结。这时候我们要请属亲执事来代表来献花。
邀请大家来追思我们的亲人，不然他过往几年，你知道他如果是属神的子民，他在上帝那边好得无比，他在为我们祝福啊。如果我们亲人还没有信主，也要为他祷告，因为主耶稣是活人跟死人的主。我们默想，我们安静默祷来追思我们的亲人。思念我们的亲人，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存在我们的脑海中，那一些的慈爱、怜悯、接纳、饶恕，也因着主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与天上连结。当我们在追思，我们的思想也与天上主你所应许的连结。我们也期待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能够再相见。透过我们追思，我们祈求上帝来祝福我们的亲人，因为我们知道在那边他们能够好得无比，永恒的安息，天天在天上敬拜你。主，谢谢你，再一次的安慰我们失去亲人的伤痛，也化作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主，你说你去为我们来预备地方，你还要再接我们，有一天回到父的家。谢谢耶稣，感谢你。愿主耶稣基督，你胜过死亡权势，所带给我们盼望，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天父上帝，再次用你的慈爱来除掉我们心里的忧愁烦恼，还有那一些的忧伤。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看见属天的盼望。亲人在那边好得无比，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这时候就来。弟兄姐妹可以你可以来前面拿着花鞠躬，然后把这个花放在那个盆子里面。
你拿那个花，我们就鞠躬敬礼完之后，放在那个圆盘哦，然后看一下，我们就可以从旁边来离开哦。你鞠躬完就把花放在那个前面的盆子。